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18节。使徒行传25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能。前天我们提到的上帝是全知、全能、全智的上帝。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是全能的部分。上帝的能力是什么？创造、管理，并且看顾保守，是昔在、今在、将来也永远存在的上帝。这是最浓缩的一个说法。上帝从创造开始就被启示记载了。创造就是赐生命，从无中生有，从混乱中创造次序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记载了撒母耳的家世，以及他的母亲生育的事。经文记载说，在以法莲山区拉玛城有一个人名叫以利加拿，他是耶罗罕的儿子，以利户的孙子，是属于以法莲支族舒服宗族托户家的人。以利加拿有2个妻子，哈拿和比尼娜。比尼娜有儿女，哈拿没有。以利加拿每年都会从拉玛到示罗去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向他献祭。在那里有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做上帝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次献祭之后，就会把祭过的肉分给比尼娜1份，给他的儿女各1份。虽然以利加拿很爱哈拿，但只能分给他1份。上主一直没有让他生育。哈拿的对头比尼娜常常侮辱他，折磨他，因为上主使他不能生育。这种情形年年一样。每当他们来到上主的殿宇，比尼娜就使哈拿难过掉眼泪，不吃东西。他先生以利加拿就问他，哈拿，你为什么哭？为什么不吃东西？为什么这样伤心难过？难道有我不生过10个儿子吗？有一次他们在示罗，在上帝的殿宇吃完饭，哈拿站起来，她非常难过，一面痛哭，一面向上主祷告。那时祭司以利正坐在圣殿的门旁边祭司座位上。哈拿许愿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垂顾你婢女的苦情，眷念我，不要忘掉我。如果你赐给我1个儿子，我许愿把他终身献给你，一辈子不剃头发。哈拿不停地向上主祷告，以利注目他的嘴唇，因为哈拿默默地祈祷，只动嘴唇，没有出声。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，就对他说，你还醉得不够吗？别再醉酒了。哈拿说，不是的，先生，我根本没有喝酒，我心里愁苦，真的向上主倾吐我的苦情。别以为我是不规矩的女人，我一直在祷告，因为我极度的悲伤痛苦。以利说，你安心的回去吧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。哈拿回答，愿你常以仁慈待我。说完就离开，去吃东西，不再面带愁容。祭司以利回复哈拿的祈祷说，你安心的回去吧，
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。那是因为以利所服侍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必然赐下怜悯和恩惠。哈拿因为不能生育，就到圣殿里祷告，将生命全然的交给上帝。保罗也是被犹太教的祭司长和犹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控告，并且要求要送到耶路撒冷。他们计划在半途劫杀保罗，但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的身份，自己也要求要上诉到罗马皇帝的面前。至于他将来会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他完全交托给上帝，而不是交在人的手里。使徒行传25章第1节到12节，菲斯都到任3天，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向他控告保罗，他们请求菲斯都要求他把保罗送到耶路撒冷，阴谋在路上埋伏杀他。菲斯都回答他们，保罗现在拘禁在该撒利亚，我不久要回那里去，你们的领袖可以跟我一道去，如果那个人有什么不法的行为，就在那里控告他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又住了10天8天，然后回该撒利亚去。第2天他就开庭，命令把保罗带来。保罗来了，从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在他的周围站着，用许多严重的罪名控告他，但是都没有办法提出证据。保罗为自己辩护，就说我没有做任何违反犹太人的法律、亵渎圣殿或是冒犯罗马皇帝。可是菲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就问保罗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接受我对这案件的审判吗？保罗说，我现在站在皇帝的法庭上，这里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。你自己也知道，我并没有得罪过犹太人。如果我犯法，有什么该死的罪行，我绝不逃避惩罚。如果他们对我的控告都不是事实，神也不能把我交给他们。我要向皇帝上诉。菲斯都跟他的参谋商量之后，就说，既然你向皇帝上诉，你就到皇帝那里去。如同诗篇139篇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人虽然有恶意，但却都在上帝的手中，只是人全然不知而已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。从遥远的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意，我的工作和休息你都看见。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我并没有开口。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，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。你对我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。我的5脏6腑是你所做，在母腹当中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你可敬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，骨骼怎么样成型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了我。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了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深奥，你的心思多么的难得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。
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上帝啊，我有多么希望你赦免那些邪恶的人，我多么希望凶暴的人离开我。他们开口亵渎你，他们说邪恶的话冒犯你。上主啊，我多么恨恶那些憎恨你的人，我多么厌恶背叛你的人，我深深恨恶他们，我就把他们当作仇敌。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但事实上我们只如同井底之蛙一样，看见自己的角度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降服在全能的上帝手下，成为公义的使者，追求公众的利益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